南投新义乡神木村嘅龙华国小，去年8百太水第300宗下过后，学生嘅路过艰辛咯，提住校务地杯上课。今日系一年嘅毕业典礼，唔过连礼堂也冇，系提中棚地杯送毕业生。明显也按到日的，嗰度欣赏学生嘅路远唔系冇做强丰富。嗰度学生嘅家长请希望嘅，如系明年嘅毕业典礼，是得提捧新嘅学校地杯攀。 毕业典礼结束过后，全校师生排队，所有的毕业生离开学校。托学生的高尚地度，唔单止毕业生，连新上主流项目者都唔攀得。一场做得讲系今年南投县内庆祝嘅毕业典礼，这套龙华国小临时校区特别棚嘅地度举办。虽然有些简单，不过包含毕业生在内个年级学生嘅，做到做一场学习成果展示嘉年华会。唔但将毕业生的表现当好，在校生要强要按赞。 一条清风的 Nobody， 唔但想带动全场的气氛，得到热烈的掌声。学生嘅展现安好的表演，家长相信龙华国小顺畅驾车，那重建又极到紧呢。因为我们的龙华师资，我是个人觉得说，比外面的学校的师资不会输他们，所以我当然现在说我们龙华要重建啊。因为我们的人数少，我们的资源少，我们的力量小。 所以说，我希望看到的人，他们来帮我们。你也见咧学生嘅虽然无多，好嘅才艺伊多，你哋學生拿出嚟5倍，你哋才藝都學唔到。就家長希望你也見學校實重建。 對畢業生來講，雖然也係幾人生地度一個重要階段，不過按簡單臨時學校，本幾日就同離校地度有些不圓滿。 在校生咪講，希望高聽年嘅畢業典禮做一套新鮮嘅教演來舉辦。因為以前都在那舊龍華辦啊，要不用搭帳篷啊，現在來到了臨時教室要搭帳篷這樣子。明年就換我們畢業了，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新的學校舉辦，因為一定會有一個很舒適的禮堂。 龍華國小第400嘅畢業典禮有歡笑有祝福，沒有離散。唔過頭師生同家長嘅情感態度，和多嘅複雜心情同期待。下個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